哦，你看，哦，塑胶布哦，那个中间撑一支管，好像那绑绳子的啊。哦，你看它，我然后用挖土把它盖着，让它不要被风吹走。哦，还有那个庙会活动的鼓声哎。哦，正前方那边，左边闽会附校，右边凤和高中、凤和中学，在右边正前方奇美医院，左边一点点有太子离宫的神像，地大神像在庙屋里。云霄太子殿，柳营泰康云霄太子殿。哦，这里泰康有机农业专区。